礼拜时间已经到，3天爱情咱的心开始今仔日父亲节主日联合感恩礼拜，请思琴奏乐。恁着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恁着感谢遮个上帝的上帝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恁着感谢万主的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三角吟心诗，学罗上帝，圣诗281首，上帝即是临在，请起立。
请咱有人徛咧，用主甲是咱基督文开出来祈祷。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梦。无你带阮入入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有，代代无尽。阿免。煞者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在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中流来受苦。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。请坐。刻印，今仔日要刻印的是刻印文35篇，也就是箴言第4章。我来刻，请大家来印。我的囝儿，就听老爸的教示，因为我用好的道理予恁。我嘛捌做老爸的囝。老爸有教示我讲，你着记牢我的话。着找求智慧，找求聪明，唔通袂记得。唔通放下智慧，伊会保护你。智慧上重要，着拍拼找。你尊重智慧，伊会高举你。智慧会用花冠戴伫你的头壳。我的囝着听，着领受我的话。我有指示你智慧的路。你行的时袂拄着阻碍。着持守教示，唔通放松。三工仔头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物，阮伫天顶的爸，感谢你时刻的引带甲照顾，保守阮自己伫圣殿中欢喜做伙来敬拜。虽然过去的时间，世界的战争无一时停止，地动甲风台阁扰乱大家生活。感谢主的疼痛，互台湾这片土地悠然有平安的生活甲运作，有能力会当对需要的国家来提供合作。这礼拜伫教会、伫团契、伫工作、家庭，一切所言所做，若是有欠缺、有错误的所在，愿主来指示，互阮成做一个谦虚、阁不断更新的灵命。今仔日伫礼拜中，要特别为着地面上伟大的爸爸来主求祷，感谢天父赐予每一个幼囝有一个敢若英雄般的老爸来幼稚囡仔大汉。惊吓的时阵有爸爸保护，面对挑战的时有爸爸的扶持，欢喜的时阵有爸爸的抱仔声，悲伤时也有爸爸的安慰。爸爸是家庭的伞。是坚固的支持，是错误的指导，
也是死袂时及时的假时。过去的爸爸习惯稳重家己的情绪，总是伫济济期待甲承担中辛苦。恳求主安慰劳苦的爸爸，互爸爸会当甲家己柔软的放伫主的手中，伫主的疼甲引带中得到力量。现今的爸爸嘛承担无共款的角色，期待会当搁较温柔的陪伴，食做囡仔的陪伴，搁较贴近了解需要家庭一切大细项的事务。阮凊知老爸安怎怜悯伊的囝儿，主也安怎怜悯敬畏伊的人，互爸爸气力永远亲像迎照天使，无野线，时刻充满着主的光，甲主所引带行的脚步，袂因为年老来看轻家己。煞者也要为着即时伫台南生活野的青少客来祈祷。恳求主的引带，互活动拢有主的引带，出入平安。伫教会刷落来主日学的营队、社区班、烘焙班的筹备甲招生来献上祈祷，愿主亲自带领，互教会诚做搁较侪生命的祝福甲帮赞。最后，也为着心灵甲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求，毋茫伫治疗，也是面对压力的时阵，拢有主做伴，主会听，过程平安顺利。阮的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，主我求你听我求，主听我祈祷，主听我祈祷。学乐，今仔日有主日学的学乐有2部分。第一部分是主日学的幼稚的部分，因要吟的诗歌是《天父的花园》。第二部分是国小的部分，因要吟的诗是《听我的天父》。
亲节，让我们谢谢地上的爸爸，也记得天上爱我们的天父。天父，谢谢你爱我们，我们要一起赞美你。学的显示，囡仔的声足水的吼，囡仔是珍宝，学老子的声阁上水。感谢遮的家长有智慧，甲囡仔带来亲近主，也感谢主日学老师的引带，真正足水的。即摆来领受今仔日的圣经，今仔日圣经记载伫利未记19章第3节。我来读，请大家来听。恁逐人拢着孝敬伊的老母、伊的老爸，也着守我遐的安息，因为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。圣经读到遮，望主引带听伊的话，搁行出伊的话的人。煞食讲道，请本堂导牧师今仔日要讲的题目是缘投的老爸 online。有一个平常时食头路非常认真的老爸，就是因为非常认真，所以常常拢做甲真晚才倒转来家己的厝。所以有一天，伊对家己的工作单位倒转来了后，一行入家己厝的客厅，哦，对，有够忝的，忝甲亲像一只狗共款。结果坐伫客厅内面咧滑手机的后生。连举头嘛无举头，就甲应一句讲吼：“老爸，你讲错了啦！现在的狗都很幸福，现在的狗没有像你这么累的啦。”真正连狗都不如吼，所以我唔知影讲，特别是现代社会，足侪家庭拢是双亲的家庭，爸爸好，妈妈好，食头路了，倒转甲厝久，足侪厝里的代志爱做，有遮忝无？不管安怎，今仔日是咱教会所设立的。父亲节的连下礼拜，其实咱应该拢知影，有当时母亲节到的时阵，咱要请妈妈去食饭，咱就会全家做伙去。父亲节到的时阵，咱要请爸爸去食饭，咱嘛希望讲全家拢会当去。所以咱连下礼拜，咱嘛是期待讲，咱会当全家做伙来做礼拜，甚至全教会拢来做礼拜。所以咱甲第一场的礼拜就合并来，咱第二场做伙来做。这甲咱的身份无关系，
这甲咱的身份无共有关系，因为总是伫一寡较特别的日子的中间，咱期待是咱会当伫遮彼此来祝福。所以好无？一开始我们邀请咱兄弟姊妹，你甲你边仔人，你甲祝福讲平安，上帝祝福你；平安，上帝祝福你；平安，上帝祝福咱大家。你今年的8月份，咱有一种真特别的演习，什么款的演习？你知影我咧讲啥物无？啥物款的演习？断网哦，有人讲着啊。8月份，咱北部、中部、南部找无共款的时间，会做一个断网的演习。其实嘛，毋是真正断啦，就是讲降载，但是降载要降到什么款的程度，目前可能咱比较无清楚。就是要来模拟讲，甲万一真正有战争的时阵，网络断掉要哪办？当政府拄开始宣布的时阵，真侪公司真紧张。规个断网了，公司要哪办？因为咱足侪即款电脑咧处理代志，拢是靠网络，甚至嘛有人咧讲股市要哪办？因为足侪下单拢靠电脑网络咧下单，所以政府就只好佫出来甲咱解释讲无啦，大概是啥物款的状况等等。所以看会出来，咱现代人可能已经拢足习惯用电脑、用手机来办代志。所以，甲真正网络出现状况，一寡人真正会紧张。甚至咱嘛莫讲网络断去啦，有当时啊，咱若讲有一个手机啊无伫身边的时阵，迄款的焦虑症可能就开始显现出来啊。因为手机啊无伫边啊，咱就足惊讲是毋是有人敲电话催咱，会找无人，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咧联络无联络着？这拢是咱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状况啊。但是你倒咱所读到的笔记。19章的第3节所咧讲的这段经文，迄是约3500年前上帝所咧甲咱讲的话。其实这真短的一段经文，但是就讲到咱人甲人之间的关系，讲到咱人甲上帝的关系啊。所以这段经文，来，咱顶面是台语的，咱佫做伙来读一遍。恁逐人拢着孝敬伊的老母、伊的老爸。也着守我遐的安息，我是耶和华恁的上帝。下面是华语的，咱嘛做伙来读一遍。你们个人当孝敬父母，也要守我的安息日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有看到无？台语也好，中文也好，翻译做咱的语言了，拢是孝敬啊。所以咧讲的，其实甲咱咧讲的，这个网络作成的呢。人甲人袂使断网，咱甲上帝嘛袂使断网，随时咱拢爱保持 online， 拢是线上共款。甚至有当时咧讲，我毋知影讲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常常有人甲咱问讲，你几岁无？有人安尼甲你问无？啊是咱去办一寡事务的时阵，去一寡单位，有可能爱填一寡资料，咱爱填啥物？无毋对吼，出生年月日。问题是，当这段经文咧甲咱讲爱孝敬咱的老母甲老爸，咱甲咱的爸母的关系是对咱出世迄天开始了后才有关系吗？毋是嘛？若是安尼，什么时阵咱开始有关系？什么时阵开始咱就有关系啊？当咱对胚胎开始咧渐渐成长。咱就有一个脐带，甲咱的老母相连。迄个脐带甲老母相连的时阵，咱也用咱现代的术语咧讲，迄叫做什么啊？年线、有线、线路的网路。但是不只是老母咧眷顾家己婴仔伫腹肚内会长大的时阵，可能爱食有营养的物件。互咱这个婴仔会当有营养，甚至现代爸母可能嘛常常迄前日腹肚内底开始栽培，所以爱互听音乐，爱互安那拄安那，所以伫腹肚内底一直咧眷顾啊。所以老母甲这个婴仔就透过迄条脐带连线。这老爸咧，哇，脐带无连着老爸，啊老爸要安那甲婴仔来腹肚内底婴仔有连线，要安那连线？在旁边喊加油吼！你有看到讲有当时啊老爸会去摸迄个腹肚，爸爸跟你说哦，会去摸迄个腹肚，看迄个腹肚，
会顶担无？所以伫边仔咧讲话，伫边仔咧讲话，这有亲像咱今咧讲的 WiFi 无线上网无？足成的吼。所以当这个经文咧甲咱讲，就一定咧讲到，咱不管是有线无线，咱就拢已经甲咱的婴仔伫巴肚内时阵，就开始有互动啊。当咱来看10条诫，咱知影头前的4条是咧讲咱人甲上帝的关系，后壁6条所咧讲的是咱人甲人的关系。当咧讲到人甲人的关系的时阵，第1条是讲到啥？就是孝敬父母。就是孝敬父母，所以其实今仔日咱咧看到今仔日经文的时阵，我毋知影你有去发现一项事无？咱带迄句是安那？倒电的头前是讲孝敬父母，倒电后壁是讲到守安息日的。孝敬父母甲守安息日有啥物无共款？啊，有啥物关联？因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啊，佮有啥物款的关联？其实所咧讲的，就是咱伫地面上甲咱的老爸安那连结，有当时会反映出咱安那甲咱的天父上帝安那连结。咱甲咱的父上帝有啥物款的关系？有当时也会反映到咱甲咱的父上帝有啥物款的关系。这有当时咧讲，就是讲我毋知影讲，咱若讲有兄弟真细汉，你就是互你的父母甲阿公阿嬷带调，做伙去做礼拜的时阵，咱有发现较早的年代无？较早的年代要去做礼拜，一定是全家做伙去做礼拜。来到教会了后，有可能是细汉囡仔去主日学，青少年开始以上，就做伙来做礼拜啊。是安那全家做伙来做礼拜才重要，因为迄是透过咱的信仰，透过咱平平咧做共一项事。咱伫信仰内面，咱有互相的连结；伫信仰的内面，咱互相做伙来敬拜上帝。所以，当咱咧讲孝敬，你们当孝敬父母，甲守我的安息日，这有啥物关联？明明看起来就是2项无共款的事，但是这有啥物款的关联？这个关联真重要。迄个重要就是你孝敬迄个希伯来的原文。孝敬迄个希伯来的原文所咧讲的，毋是咧讲咱一般人所咧讲的友好。咱若人对人，咱对咱的父母讲的友好，迄是人对人的友好。但是你迄个字所咧讲的友好，伊用的是咱人对上帝的敬畏，咱人对上帝的尊重，迄字。这有啥物无共？好，大无共哦，大无共哦。中国的儒家思想甲讲咱得友好父母，但是伫圣经内面甲咱讲的友好父母，不只是人对人的友好，迄是你爱亲像尊敬上帝、尊重上帝、敬畏上帝的孝敬，来孝敬咱的父母啊。若是安尼，咱会当来看，上帝伫一句话咧，甲咱讲的意思，就是咧讲孩子，你看不到我。但是我让地上代表我的2个父母，代表我在地上眷顾你们呐、我唔知你捌看过一寡戏剧无？迄个戏剧讲到皇帝想赐尚方宝剑，互伊要派出去的臣子的时阵，啊是以后这个臣子要出去的时阵，摕一个令牌出去。当人啊看到这个令牌，看到这个尚方宝剑，迄叫做啥物？相当看到皇帝哦，你有咧看戏剧哦，如朕亲临。当你看到支剑，你看到这个令牌，迄叫做如朕亲临。所以上帝咧甲咱讲，咱来友好父母，迄个孝敬是咱来带着敬畏、尊重上帝的敬畏甲尊重来孝敬咱的父母的时阵，迄是上帝咧甲咱讲，地面上的父母是伊所派互咱的代表，咱爱亲像。看到父母，亲像看到上帝同款。所以，当一句话，咱来看咱现实的生活。现实的生活，咱咧讲的帅爸爸，咱咧讲的帅爸爸，当然毋是咱咧讲的完美的神队友，
因为咱拢知影，咱拢毋是全是比，咱拢有咱的缺点，咱拢有咱的欠缺。所以，当咱做一个老爸、做一个老母的时阵，无可能咱拢会亲像迄个韩剧，恁有咧看韩剧无？韩剧有当时欧巴一出来，迄个大叔一出来是啥物款的形象？贾英道、高富帅，甚至刻出来迄个啥物啊？信用卡，我无信用卡，只有手帕尔。迄个信用卡是无限上纲金额，随便你刷。所以韩剧内底出现的一寡帅爸、这欧巴，真正是高富帅，开着跑车，温柔又体贴啊。但是咱来回想看卖，咱若转去咱的厝，看到爸爸坐伫客厅的时阵，伊是啥物形象？坐伫遐看电视，穿一领吊嘎，看电视的过程中间，有可能搁伫遐咧乌鼻孔屎。甚至有的老爸年纪小可较有了后，坐伫遐咧看电视，看的就开始安那，拄久吼，我嘛是安尼啊，电视看的，放轻松了就拄久去啊。所以真正咱的老爸伫咱的形象内面有完美无？应该无遐完美吧？但是上帝甲咱讲的，就是讲。咱的老爸老母有可能有当时啊，有点幼稚，有点固执，甚至有时候很难沟通。做老爸，佫常常袂晓讲好听的话。但是上帝甲咱讲的是，你要孝敬他，你要敬畏他，因为每一个爸爸，每一个老母，因拢是用因的青春甲咱带大汉，因拢是用因的退场来换咱的登场啊。所以，伫这个过程中间，时间真久，就亲像我这个岁数啊，我的妈妈看到我嘛是总是拢讲爱穿好少，食好温养，甲讲嘛是讲这。因为咱不管年纪偌大，伫因的眼中，咱永远拢是伊的后生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毋知咱捌听过有人安尼形容无？厝内的爸爸亲像是一个物理防御的人物。厝内的妈妈亲像一个魔法攻击的人物。什么叫物理防御？迄个物理防御就是咧讲，倒位有物件歹去，水管塌掉的啊，爸爸，外口发生什么无好的代志，爸爸，歹人咧甲你弄门，爸爸。所以咧讲的就是咧讲即款的物理防御。当然，检测咱嘛有人会反对讲哪有，物件歹去拢嘛阮妈妈咧修理。但是讲到老妈的魔法攻击咧，恁知影咧讲即句话咧形容啥物无？老妈的魔法攻击，这咧形容啥物？咱有印象无？妈妈总是伫咱的边啊，常常都早念，一直念，念咱时间足晚，那也佫毋上床去困。是安那食一粒饭，搁伫遐看手机啊，无认真食。是安那衫脱起来乌白蛋，是安那这，是安那，是安怎？有无？毋知咱的妈妈是安尼无？还是咱的妈妈有人感觉袂咧，足理性的，平常时做威严的，伊讲一句话，阮就好拖你赶紧走啊，免等下互跌。不管安那，这拢是咱的老爸老母有可能伫咱心中看会到的形象。但是不管安那，我相信咱在座一定有一寡兄弟，当咱的爸爸无伫的，当咱的妈妈无伫的，咱会当体会一项事：咱的爸爸妈妈伫身边，伫遐咧甲咱念的时阵，迄是一个偌幸福的事啊！所以咱来感谢上帝，互咱的地面上有爸母甲咱三陪，甲咱牵成养饲大汉。迄，互咱体会到什么叫做无条件的付出，无条件的疼。迄款的爱，伫咱佫是婴仔的时阵，咱佫是囡仔的时阵，咱无法度去做任何的贡献，咱无法度去做任何的表现，甚至咱囡仔的时阵，咱佫是伫遐咧制造麻烦者的时阵，咱的爸母都已经疼咱爱咱啊。其实，这也倒转啊咱的圣经，这就是咱圣经的概念恩典啊。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概念，恩典最早、最原始的雏形，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
只是真可惜，伫正繁忙的世界，当咱大汉了后，有可能咱有咱考试爱无用，头路爱无用，甚至咱家己有咱家己的家庭了，嘛有咱家己的囡仔无用。有可能咱真正甲咱的爸母开讲机会哪来哪少，甚至因为真交通的方便、工作的关系，咱可能拢无带做伙。所以咱因为这个关系，咱甲咱的爸母嘛开始断讯啦。咱甲咱过去有可能听咱的一寡长辈嘛开始断讯啦。因为大家拢做无用的，做惊彼此去搅搅，所以因为安尼歹势，安尼。距离的关系，咱真正着哪来哪无相找啊！所以当这个状况所带予咱现代社会，莫看讲一个手机啊，看起来哪像个足方便，但是迄个方便只是可能有当时啊一个早安图尔。迄个早安图到底伊今仔日安怎，咱毋知；迄个早安图咱毋知因一礼拜到底生活安怎，咱毋知。所以渐渐之间，咱甲咱的爸母、咱的长辈、咱的亲情50开始断讯啊。咱有可能会袂记讲，过去咱抑佫是囡仔的时阵，咱有可能拖着爸爸妈妈有够多无共款的问题。遐个问题可能只是咧问讲是安那天空是蓝色的。遐个问题有可能是安那讲会有潮汐。遐个问题有可能只是讲啥鸟仔会飞。伫遐尼侪无共款的问题中间，咱若问，有当时咱爸母就会甲咱回答。但是因为真个无用，真个社会，咱渐渐着算做有一个手机啊，真方便。咱哪来哪客气，咱哪来哪有礼貌，毋敢去搅了着对方。所以今仔日咱咧讲的圣经咧讲的孝敬，其实伫希伯来文化中间有一个足重要的文化。观念迄个中间就是重视、给予分量。这个重视、给予分量的意思，就是咧讲，就算做咱的生活有无共款，咱住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但是伫咱的生活的中间，咱的过日子的中间，咱是毋是犹原留一个位予咱的爸母？是毋是咱咧做一寡重大的决定的时阵，咱嘛会当先互咱的爸母知影，互因会当有一个参与感，也是被尊重。若是安尼，倒转来甲咱答大迄个问题，孝敬爸母甲守安息日有啥物款无共？孝敬爸母甲守安息日是安怎要甲藏做伙？因为有当时啊，表面看起来无相共的两项事，其实拢总有关系啊。这个关系就是我们在讲的关系啊。毋通互咱常常听到的一句话，没关系。有关系就没关系，没关系就有关系，有无？有关系，什么代志嘛变做没关系，无代志；没关系，什么代志嘛变做大代志，处理袂去。所以上帝互爸母养饲咱、保护咱、带咱大汉，透过爸母迄款咱看会到、摸会到的疼，咱开始会当理解什么叫做安全感，什么叫做被爱，什么叫做权威，什么叫做秩序。因为安全感也好，被爱的感觉也好，权威甲秩序也好，迄是咱人的群体中间袂使放无去的。所以安息日甲孝敬，因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密码，叫做 stop。这个 stop 是咧叫咱爱停落来。这个停落来是啥物意思？上帝咧甲咱讲，咱爱停落来，停下来看看他，要记得他是我们的神。要我们停下来看看他，记得他是我们的父神。所以同款孝敬爸母的一个核心、一个密码嘛，是叫咱停落来，停落来。有当时啊，甲咱的爸母开讲一个，食一粒饭。啊，无有当时啊，咱也想看卖一个追求效率、追求速度的现代社会，是毋是有当时啊，甲爸母开讲，甲爸母食一顿仔饭，有可能会变做是不符合经济效益的事？听我咧讲的意思无？本来一段路可能是3分钟、5分钟，咱家己行就当行到的所在。因为咱的爸母行动无方便，结果迄段路3分钟、5分钟，咱陪咱的爸母行，有可能要行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。3分钟的路，你甲我行半点钟，浪费时间无？陪爸母开讲的时阵，甲讲嘛讲迄个听过800遍的故事，甲听嘛听迄个已经讲过800遍的故事。
有浪费时间无？就亲像可能咱有人嘛会安尼想，圣经我都捌读过啊，像咱牧师就安尼一直念，爱一遍搁读过一遍。啥来做一个礼拜，哪像咧浪费时间共款？今仔日牧师所讲的经文所讲的，都古早的时代某一个牧师捌来过嘛捌讲过啊。所以做礼拜哪像咧浪费时间无？若是安尼，恁会当了解安晓你守安晓你，甲咱的友好父母其实拢有共一个共同的密码，就是爱停落来。开时间陪伴咱的父母，开时间来做礼拜也罢。因为当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就是咧甲人讲，我们的时间不是只有属于我们的成就，我们的时间不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工作，咱的时间嘛是属于咱所听的人，属于听咱的人，咱的时间是爱开去用来维护关系啊。所以，我们如果能够为这父母亲而把时间停下来。如果我们可以为了上帝，我们把时间停下来，安尼有可能咱会当豆豆了解，圣经咧甲咱讲的安息，安尼咱才有法度去享受圣经咧甲咱讲的安息啊。所以，各位兄弟，今仔日咱的生活环境中间，真正做这代志，拢需要网络袂使断网一。但是，当咱透过网络咧办代志的时阵，咱嘛知影。银行也好，一寡购物平台也好，侪无共款的所在，拢爱有一个通关密码。这密码你拍入去了后，伊才有法度，互你进到下一页，去操作你想要操作，去做你想要做的事。但是今仔日，咱安尼看，既然要爱通关密码的时阵，人甲人之间，咱甲咱的父母之间，甚至咱甲咱的囝儿孙之间，共款拢有一寡通关密码。比如讲。咱常常爱更新沟通连线，我毋知影咱咧操作电脑的时阵，是毋是有当时拢会出现要更新电脑的软体，所以咱嘛爱常常更新啊，要常常更新啊。当然有当时咧讲比做的较紧，要讲比做的较简单，就亲像有一个概念，我嘛相信咱兄弟拢知影。有时候在我们的家庭当中，不要用那一种对错的逻辑，要用的是关系的逻辑啊。但是知归知啊，代志来的时阵，咱咧不耐烦的时阵，有当时一句话讲出来，就是伤害对方；有当时咱做出来的行为，就是伤害对方。当咱伤害到对方的时阵，想要保持迄款彼此的信任、互相的尊重，就无容易啊。咱若厝内底迄个信任、尊重无啊，咱讲要用爱彼此接纳，迄个更较无简单啊。所以要安怎更新我们的年限，有当时也非常重要。过来就是定期年限的测试。定期年限的测试，唔当咱现阵我们还 online 在线，结果其实这个线早就已经断去啊。所以有当时咱规家伙啊，做伙去做一项事，做伙食饭，做伙去公园散步，出去外口佚佗，做伙来做礼拜拢共款。咱会当透过咱规家伙啊，做伙做共一项代志，来维护咱的关系啊。过来，咱毋通袂记地面上的、甲天顶的拢共款爱连结。就那像讲，咱的父母甲无伫咱的身边，咱会当为着因不断来祈祷无？甚至咱的父母、咱的亲人甲无认捌上帝的话，咱有法度找机会引带因来认捌父母无？啊，认捌天父上帝无？就亲像咱在座兄弟姊妹坐伫遮，既然咱讲今仔日是联合礼拜，咱期待是全家做伙来做礼拜，咱期待是咱全教会做伙做礼拜。若是安尼，咱有父母今仔日，伊毋是因为其他的代志住伫无共款的地区，是因为伊无认捌上帝，所以无甲咱做伙来做礼拜。咱有囝儿孙可能已经离开教会，无伫教会。若是安尼，今仔日咱伫遮彼此祝福的日子，咱无法度引带因做伙来遮做伙做礼拜，安尼一个机会就足可惜的啊！这个机会搁再一遍去互走过去啊！所以我所咧讲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是毋是会当甲咱的父母、咱亲人带来甲上帝面头前，互伊甲上帝会当连线？
因为咱知影，咱每一个人人生在世，拢一定会拄着生老病死，才无共款的议题，无共款的处境，无共款的状况。所以，咱的父母总是有一天，包括咱家己，总有一天，咱会离开这个世间。所以，咱唔通互父母在世的时阵是正做咱的保护伞，结果伊无认捌上帝。咱唔通互咱的亲人，平常时咱会当彼此祝福、彼此接纳，但是因煞无认捌上帝。咱嘛期待每一个咱的亲人，当伊拄着代志、拄着困苦的事，要离开这个地面上的时，伊知影讲，遐有一个永不动摇的避难所，因会当倚靠；遐有一个关山，伊会当倚靠。就算做咱有一天真正要离开这个世界，那咱永远有一个愿望，迄个愿望是知影讲，在天国里头，在天国里头，我们都要再重新连线，而且永远不离线 offline 啊。所以我当时啊，每一遍咧处理母亲节、父亲节的信息的时阵，对我来讲，拢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这款的挑战就是咧讲，我的家庭真美满，我的家庭真幸福。但是总是有当时啊，咱拄到有的家庭有可能并无完美，甚至可能做老爸老母的无负起因的责任，囝儿受到伤害。伫这个中间，甚至昨我嘛看到有一个长辈，伊伫 FB po 文，迄个长辈咧po文是po文讲，一透早就咧甲我讲父亲节快乐，还是咧快乐啥？因为这个长辈讲，伊的爸爸已经离开无伫个啊。伊的囡仔的爸爸讲起来就是伊的丈夫嘛已经离开无伫个啊。两个伊生命中上界重要的老爸拢无伫个啊。你咧甲我讲父亲节快乐是咧快乐啥？无毋对，有当时啊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处境，无共款的环境，所以有的人真正伫个家庭中间嘛捌。拄过可能咱无法度去理解，甚至伊嘛无方便甲咱讲的处境。但是不管安怎，咱总是把握每一个机会，咱会当彼此来祝福。咱会当把握每一遍无共款的机会，咱互相来担当。所以其实这嘛是咧讲，像咱祈祷会足重要。祈祷会不只是为着世界来祈祷，国家来祈祷，教会祈祷。有当时啊，伫祈祷会中间，较重要的是，咱会当伫遐彼此来祈祷，彼此来等待啊。所以今仔日咱所看到这条利未记19章第3节所讲的，伊不只是一条命令，这嘛是上帝对咱的一个异地的邀请。因为上帝要爱咱知影，伊是耶和华咱的爸上帝啊，他是完全的天父。他要用他的爱来补足我们在人间所受的一切缺憾，所以我相信讲上帝的心意是毋望咱每一个人在地时阵，甲咱的父母、甲咱的亲人，以及甲伊三角连结啊。若是安尼，咱对今仔日经文就会当看去。这个祝福毋是只是为着父母来祝福，这个教示不只是咧教示咱的囝儿孙尔尔。这个祝福是毋望咱拢会当看到，咱拢会当看到。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事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福分啊！上帝为咱备办的是咱目睭毋捌看去，耳孔毋捌听去，连咱的心可能嘛毋捌想到的福分啊！因为上帝的心意是期待咱伫地上，咱的家庭是充满听，因为安尼，互天顶的上帝嘛平平得到荣耀啊！咱三个来祈祷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真正感谢你透过圣经宝贵的启示，互阮了解，你安排了伫地面上过去阮疼阮的父母，牵生阮的父母，来成做阮伫地面上第一个一款爱的体验。所以主啊，当阮今仔日三个来到你的面前的时阵，阮要为着阮在世的父母献上阮的感恩。阮嘛为着可能阮中间有一寡父母已经离开阮的，阮嘛伫今仔日来献上阮的感谢甲纪念。阮感谢因过去对阮的照顾，伫阮软弱的时养起阮、保护阮。所以阮真正恳求你亲自来祝福地面上每一位做父母、阿公阿嬷的，保守因心灵勇行，
你的救恩嘛，能甲因的性命中间。所以，搁一遍，阮要拜你，将阮的感谢甲阮的祈祷，拢是奉靠着阮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三角吟圣诗来回应上帝，圣诗18首，我心阿乐上帝，请会众起立。请坐，奉献，请赖硕伦技师甲陈其正技师来书献。三甲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。会众请坐。报告第一点，今仔日是本会为着父亲节的联婚感恩礼拜，那感谢每一个爸爸、阿公平时的辛苦。今仔日哦，有
服务组有为着爸爸甲阿公准备礼物，啊，今年的这个方式较无共款吼，请大家稍等，伫礼拜了后刷步到1楼有服务组的人会当甲这礼物亲手交互你，祝爸爸节快乐。今仔日呢，嘛欢迎大家到爱餐来参加自治抢用爱餐。本礼拜服侍的是妇女团体，啊，望爸爸身体健康，永远有主的疼。第2点，后一个主日是本日的传道奉献主日，又请到罗准义牧师前来讲道。第3点，本区的社区班有智慧手机班、甲长青乐活班要开始招生，上课日期甲时间1楼有宣传单吼，嘛大家手机啊有需要有电子档，请大家亲戚朋友还是厝边头尾，甲这好消息拢传给大家，拢会当大家来上课。第4点。8月开始吼，今仔日大家有感觉，每礼拜有安排长老甲执事，因会穿蓝色的背心，伫礼拜头前甲煞了，第1楼来迎接，来欢迎大家来三交杯。若是有发现有新来的朋友，还是家己带来的朋友，嘛会当小介绍，互长老还是执事会当来服侍甲欢迎。啊，这时嘛会当来。报告的时阵，嘛会当来介绍。社区的活动哦，第4季的这个秋季的烘焙班要开始，上课时间甲进前共款是拜6的下晡，啊，今年开始的日期是9月初5，啊，伊的上课的是欢迎年满18岁的女性，学费2000块，啊，其实周报内底拢有逐礼拜的课程足丰富的，若是有需要会当思涵干事来报名啊，12人就满哦吼，请大家爱把握时间。团课的消息，昨就出发的青少客，即马伫台南，嘛是伫参加礼拜吼，明仔载才转来，有28名来参加，请大家为着这事项来台岛关怀。第2点哦，上年后主日礼拜了后，请到咱的名嘴罗宏树长老，伊要来专讲，毋过伊有讲哦，毋是专讲哦，后礼拜准备哦，足大心的，伊会演奏乐器，啊唱诗歌，啊就来分享，啊搁来一首，啊搁来分享啊，所以应该是真轻松、真趣味啊，请大家别担心，啊上年团契例会足精彩的。教界消息啊，大场茶教会今仔日下晡1点半有举行101年的周年的organ的音乐会，欢迎大家来参加。第2点是李春生纪念教会，今仔日同款下晡，毋过是3点半有黄立业传道师就任的这个礼拜嘛，欢迎大家。第3点。教界消息是总会有90的关怀事工，伫本礼拜5甲本礼拜6，伫教会有这个讲师的训练。那其他第4点是台中中华北屯教会后主日8月6号的下晡3点，伫台中有李家明牧师的就任式，啊欢迎大家来参加，也恭喜李牧师。台岛的消息，请家己来过目。啊，敢今仔日有新的朋友，还是牧师要补充？也有一个补充报告，最近这2礼拜有一个真好的消息，就是咧讲，当咱的长青路班、手机班、烘焙班咧招生的过程中间，吼，像前1个礼拜有甲咱分享过，有2位来报名的新学员，啊，迄是咱皮校长介绍的，我无想到讲，皮校长不只是介绍因来，伊要阁做伙来，哇，安尼上好，有人陪，安尼上好。另外，昨嘛有人敲电话来咱的办公室咧讲，伊伫网络顶面有看到咱社区班的消息，所以嘛想要报名咱的手机班。啊，思涵有甲问讲，网络，你伫网络啥物所在看到？网络，我伫网络看到。所以我咧想是有可能，就是咧讲伊讲的网络是一个统称啦。因为我知影咱有几位兄弟有甲咱一款电子档的海报，甲电子档的影片，拢有传播伫因的 FB， 传播伫因的 IG， 甚至有可能伫迄个赖群组内底咧传播。所以咧讲的对网络看到，检测就是对咱的兄弟有人传播的中间看到的。
所以咱唔通小看这些传播的力量。哦，所以咱若无骗迄个预算，讲要去拍广告，若是安尼，咱每一个兄弟斗介绍也好，还是传播这资讯也好，会变做足重要。哦啊，所以伫这个招生的过程中间，才麻烦咱的兄弟有机会，咱拢做伙来传播。以上报告。煞只三甲来行平安礼。悠然徛咧，用上用399首，愿上主大仁爱，吟诗了后，请无事就倒。
愿被上帝光今日照伫咱，愿被上帝开阔咱的境界，佮保守咱心灵勇行。愿被上帝丰丰富富的稳定甲疼痛，主耶稣的慈悲甲怜悯，诚实的保守甲引带，拢甲咱以及咱的亲人，特别是伫今仔日这个节日中间，甲咱所有的爸爸、阿公、妈妈们，拢总三甲地地，对这时直甲永世代保证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闭会。